根据农委会统计，今年宠物登记数量大概有21万多。宠物成做咱人上界重要的陪伴。即马公庙唔有替宠物店光明灯念宠物过身，也有公庙替因念经超度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庙宇内底真侪法师伫咧念经，详细看即句的牌位真无共，写的是动物2字。即马公庙唔若替祖先超拔度化，高雄即间东照山嘛特别伫法会中替宠物亡灵设坛。互主人会当替过往的宠物来超度祭拜，公庙是比较祖先科技，会专工替宠物来做牌位，连饲料嘛拢会传便便。比照咱的祖先的科技咧做拢共款，但是阮有另外做一个牌位，即动物灵的牌位拢共款，下伫祖先的边仔遐。啊，阮嘛有是家己用迄个狗仔要食的物件，阮嘛是会家己用。东照山表示，今年拢总有300位主人报名，要替厝内猫仔、狗仔来超拔。根据农委会统计，今年狗仔、猫仔登记数已经有21万多。现代人生囝少，动物伴嘛真做厝内重要成员。真侪民众认为这是未来趋势。现在这个年代，就是还蛮多人在养宠物的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新的流行啊。这样可以让他在另外一边也可以过得比较顺遂，然后可能比较也没有烦恼。在人间的话，可能都可以把人间一些烦恼都不要带到另外一边去。唔有金庙来照顾动物往生的代志，家己的新丰庙今年嘛替动物来点光明灯，唔有狗仔、猫仔，佮有乌龟、蛇等等宠物。可见主人希望新丰爷会当保庇人甲宠物拢平安健康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